转来看国内政治消息，民众党的前党主席郭文哲昨是去立法院拜会拿力党团，其中这郭文哲是甲郭建明见面，敢是咧朝中央总议算的代志咧。不过今仔日郭文哲却是表示讲，赖政府伤固执，急死决。也若是行政院长杜英泰是搁再强调，地方建设的钱拢总卡条咧，呼吁在野都要赶紧审预算。经过1年外羁押禁见，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哲最近动作真多，最早伫嘉义复选时阵讲要用竞选总干事的身份，长期住伫咧当地。你是会在嘉义找个办公室，或是说有住处之类的吗？我跟你讲哦，住很简单，一个 notebook， 一个睡袋就够了。再一边讲南北合作，希望用民调伫嘉义市选出一支上强的舰队。也若前一天郭文哲去立法院拜会拿力党团时阵，民进党大党边拜托伊小敲一个卡掉的总预算，互大家想讲敢有绿白合作。只要在合法合宪的状态下，其实大家都可以讨论，像我们争取到新生儿每胎补助10万元这样子的一个成绩呢，我们也很希望在总预算通过之后，能够造福所有的新生儿的爸妈，依法编列。这个给军人加薪呢，我想这个原则是蓝白两个党团都坚持的哈。只要民进党愿意退一步，那当然可以审总预算。我昨天就跟老客讲，你不是侨王吗？你以前都可以侨，怎么现在不能侨？郭文哲质疑民进党政府伫咧财政分配太过偏执，无重视过去成功的模式。行政院长杜英泰是以避免影响地方发展做理由，希望在野赶紧予总预算复位审查。全国20个县市都有超过将近400-500亿的预算都在这里，但现在预算都还没有着落。我还是希望立法院能够回归正途。该台中基金会小欠的，你们先垫，等到立法院通过了，我们如数补回，但不要跟我算利息啦哈。杜英泰也考劝地方政府，讲 TPS 河川政治工程，一个无人在顾产业的补助，钱拢卡掉的。一若条件经伫咧遐，立法院会随利伫南北联手，通过对杜英泰谴责案，认为行政院无依法编列预算等4大缺失。对此，杜英泰表示尊重，不过认为在野更加应该谴责中共伫台湾周边的军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